2011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谢强编号7号齐分神录音蔡顺聪郭天宇演作限时时间也爱为了爱向爱到也趁太细几日咧无限多抄转不卡接上存到爱到也记嘅设备咧从前搞到开咧唔系扑到长灯板放水就是伫浮潜下摔到四脚野田天生天养这是爱是韩国嘅童年等阿哥卡太咧佢會帶愛到滿田滿灘陰陽陽面嘅大草麥摘土巴咧土飯酸也到來食這時節福波要種一大段嘅胡葉竹上講嘅竹嘅包芽就會有竹筍菇啲筍味上來搞怪嘅阿哥會帶愛到去做竹筍菇來搞阿哥作竹筍菇嘅本店一定強，佢講愛生意唔好打上竹筍菇，看佢車力，一下就同佢對下來，比看到嘅竹筍菇冇一隻走得慘，佢同作來嘅竹筍菇用麵線撻黑。標記比，愛到停停竹筍菇走，嘅線呢一下長一下短，像標紙葉嘅樣誒，但愛到夠難咧，將同線呢跳開，標記走，一擺阿哥最細，但愛到以前上講嘅將餐嘅葉嘅。超黃睇嘅嫩竹，阿哥講有竹筍菇啲嘅味上來，啲都會有順從紅飲。看阿哥睇啲菜嘅葉嘅黃睇嘅嫩竹，本期都拗下來，真見就看到順從濃通，愛到夾咕落去聽飲，轉到屋卡。阿哥就將順從放落鑊度用油煎，愛到去到做頭順，改弱嘅等，看見佢煎到香擦嘅順從，後來水強就會跌下來，唔過一下將做得半到幾米嘅順從天，愛同老太3兩後。就不搶咧，阿哥看到夾個同夾溫度嘅順從，本捱2-3高年。嘅當時，阿哥按很本捱到食，捱到三無感染阿哥想捱到嘅情意，搶啲好古再狂天，一下明起來對阿哥實在當排泄。有一日，隔壁嘅阿姨來幫阿妹搶食煮，飯餐嘅阿哥啲阿姨唔敢食順從，就條咩殺機，同煎好嘅順從進入阿妹將煎好嘅魚肚，阿姨老到係唔亂三忙食，還見我腦講啱好食，不卡老太無聲意沙講出來。喺阿姨總一片數都盤到惡棍，今日阿哥就問阿妹要帶義工就去同阿姨費事理，還問阿爸發去阿公婆牌前跪下住，一下明起限時時節，雖然無像現下人生活按豐用。
毋过日咧过來當次菜。當到這樣時好搞嘅出事，一時咧都毋會輸野下世人嘅網絡遊戲。我哋啲嘅田球嘅三排走上腳嘅腳隻，和沉沉印到眼腦角度，係親身刺嘅回憶。